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客家新闻插枝。多年来，政府为了推动经济建设，经常用公共利益的名义来征收土地，引起许多民众的怪言，因乃路有抗争咯。也到睇介入抗争的民众当中，经常看得到一对18批生的男人，一路系政治大学体制内教授齐世勇。齐世勇系榆林太比人，系好老客，现在系喺乡下大嘅，伊对土地特别有感情。以大学读地震拿到的硕士学位，又去美国读书，读到政治学嘅硕士，韩国都市事务及公共政策学院博士。喺美国有屋嘅有投入，不过1995年以韩系到咗来台湾嘅，睇母教正太搞地震，使得讲几十年如同土地政策连强下。社會實踐係以非常強調嘅學術觀點。太普事件過後，伊對政府用公權力去吞弱勢民眾嘅家人搶走，實在係軟唔下去嘅。家庭團也到自救會強下行上介入，用以自家嘅專業來捍衛土地正義。各位，來把我們在地人民的權益給犧牲掉了。這樣的一個規劃，是等於是炒房規劃。請問我們的意義真的可以被看到嗎？再來，這個醜化案，我們實在覺得我們上當了，我們被欺騙了。這樣的一個政府，讓我們非常的一個憤怒。也唔知已經係第二多擺，批定土地本政府強徵收嘅分別錢嘅團體行上介入抗爭呢？很難過，很遺憾啊！我們說真的，本來對蔡英文總統，還有對林全院長，其實都有很多的期待啊，而且都是很正面的期待啊。然後也包含了對葉部長啊，但是現在感覺那種期待都是錯誤的。佢係齊世勇，政治大學體制內教授，20年來是講到同土地徵收、白地、白錢也都相關的議題，做得講你會想到佢。我是在2008年12月18號，就是我們反農村再生的時候認識徐世榮老師的，因為那時候我們比較不了解土地議題嘛，那他針對那個農村再生的土地活化專章有他的意見。其實徐世榮第一次來到我們這邊，我印象很深刻，是我們4月26號開會，我們在開會嘛，劉正宏說明會，我們這邊開會，他那時候還是一個很有風度的師生，你知道嗎？那時候是廖本杰比較大怕啊。他在接觸這麼多自救會，看到這麼多自救會受這樣子的苦的時候，其實他沒有辦法再溫文儒雅了，他必須跟着大家站出來。來看下太普事件，環保嘅農地徵收案，對亞希斯齊教授就開始行上介入，忙時停過，是愛地方有難，也就一天內聽數都結束。我也沒那麼大的能力呀，我也沒那麼多的時間，我也沒那麼多的體力，所以我也是一個Superman啊，我這個 leader 啊，怎麼的？沒有啦，我只是盡自己一個學者應該承擔的社會責任。我們要嚴正的聲明。也個社會前面大妹一開就是19年，過去鄉下大病嘅朋友，有到破病嘅，有到入到體制內，佢喊唱同結果的按節目嘅戰士用嘅，喊睇介入後同體制對比。那個時候有法嗎？過往我們笑稱他跟阿貴律師也好，跟本權也好，我們笑稱他們叫三劍客。但現在我們看到，目前本權的狀況，他是在休養當中。那當然，阿貴是帶着理想進入這個體制內，想要做體制內的改革。所以在體制外的，我們就會看到說三劍客裡面，就是像剩下徐老師、榮哥一個人，還是在那邊很努力的揮劍。過去嘅三劍客也下槍存到一支劍，告訴唔會聽麼？
当然很累啊，我很累啊，但是又停不下来，没有办法停下来。但因为这个都是人家生死的问题啊。有关生死的土地争议，还无合理的结果，实在冇理由停下来。老师，像既然激情演出过后，接下来要去哪里？我等一下，因为我的本职还在学校啊，我等一下学校还有很多事要做啊，这个都是义务帮忙嘛，反而变成义务帮忙，变成占了我很多的一个时间。所以我们现在很多的决定都透过委员会在做决定。都市计划不是如此，土地征收不是如此，区域计划也是如此啊。早晨10點，市教署的土地政策也接課將滿的學生嘅，除咗係因為一定愛受嘅課以外，還有青島真嘅係為到興趣來嘅。他上課常常會就是想要跟我們就是說很多他在社會上經驗的事情，他常跟我們說就不要只是就可能關在自己的象牙塔裡面，要多走出社會，對，這樣才有意義。然後他教的東西本來就蠻有趣的，對啊，而且他不會很拘泥於課本上的，他會直接拿實例出來講這樣。你們知道嗎？我在前1-2個月，我們為了相關的徵收的案件，我們在行政院前面朗讀內政部部長葉金龍教授他有關於行政程序法相關的一個論點。没有，我现在上课因为参加这些外面的经验相对多了嘛，那自己有很多的心得嘛，其实对我在上课很有帮助的，非常有帮助的，而且学生听起来，他们相对而言也会比较容易理解。我讲的不再只是一些很抽象的理论，所以学生一般而言也是蛮喜欢的。但是我不会说你们一定要上街头，没有。土地爭議同基本人權係市使用教育學生嘅中心價值。佢講，整體體制內學生嘅，他又有1/3會入到政府嘅行政機關。佢希望今年入到體制內，來改變管態學問態嘅觀念。以前我剛進來地政系的時候，我像他剛剛講，就我以為就是基本上，都市計劃這種東西上面說什麼就要做什麼這樣子。然後後來因為發生很多事情嘛，像大埔的事情，然後南鐵的事情這樣子。然後我覺得後來才發現，其實像他講的這種聽證會其實是我們應該去走的方向。所以當你們在聽這個，不會覺得很反感？不會，因為其實他有時候像是從課本的理論帶到那個，對，而且就是應該說自己平常就是如果聽別的老師上課都是比較偏就是課本上的理論，然後聽一些就是社會上實際的案例，也會覺得就是很真實。所謂的公共利益，憲法第23條所講的公共利益，必須透過嚴謹的程序來給予體現了。那它的隱含的意思就是，所謂的公共利益是我們大家一起來界定的，不是說少數專家或者行政官員他們就可以決定。行政百日，破千依舊，土地正義，重返凱道。對於民進黨政府現在給我們的回復，我們是不能夠接受，我們絕對不能夠接受，好不好？好。各位，一上台就警告，佢無法度接受。民進黨完全執政以後，各地徵收土地嘅案例無看到減少，3點多引來一嚴重。去年縣政府上台100日，佢同60人嘅辦白錢嘅團體，這個軌道開拓去抗議。我們有各地不同的一個個案，但是我們有一點是相同的，我們都是被迫遷的國內難民，我們是命運共同體，我們絕對不放棄任何一個自救會，好不好？好。為土地太麻上嘅場面，心肝頭青痛嘅講點騙人嘅苦難，好朋友看到錢唔盼得，馬親受理。很心疼，真的非常非常心疼。我們希望他能保重身體，
但是对，可是现在全省的破千案那么多，这个应该改变的应该是政府，而不是说我们这些人民。其实我在台上讲话的时候，血压都有升高，我都有可以感觉得到，因为讲话讲到最后，嘴巴这边脸都会麻的，而且那个感觉会上来，所以只要那种感觉上来，我就要很小心了。纵然我每天有吃药，我每天固定要吃药的。徐老师其实他在改变，那这个改变其实作为朋友，其实我们是不舍跟不乐见他这样子的激动。因为我记得我跟廖老师在谈的时候，就是徐老师的太太，其实廖老师跟我讲说，最近的话，从媒体里面再有徐老师的报道，其实他不大敢看，他看了他心疼，他不舍。比如说这个有一些重要资料，你看看中科4期20的。做单方盘盘的一贴又一贴的资料，是其使用为了土地争议蛮难的中上中下的证据，做到暗壁最无法度谅解，就是佢已經結婚11年的家。給家人的時間確實比較少一點了，這樣子。不過我想他們應該也能諒解吧。真的。不諒解又能怎麼辦呢？今天《自由時報》有一篇文章，寫灣寶是國寶，支持我們的，然後就念給大家聽。這個許志宏教授，哇，這個很謝謝他。經驗等 Q 的資料，編出8年前佢寫的文章，灣寶係國寶，佢講就是一篇文章改變了家的想法。他本來是有一點不能夠理解啦，這樣。他有一次我有帶他去後龍啦，就在洪香家的前面啦。那當他知道他跟陳信雄陳會長，還有當地的農民聊天，知道我是怎麼幫助他們的。那我太太自從那一次之後，他就蠻能釋懷的啦。當然無法度諒解啊！對美國拿到博士過來，要睇國立的大學教書，通伊的大教書唔做，好好的你哋唔過。我也是當一個好好的教授啊，我沒有因為說我去幫那些自救會，我就不是一個好好的教授啊。沙感染冇定，可能要睇台東方病腦筋的風險，還係愛行上街路，佢求的係乜嘅呢？這樣搏命演出，為何？我很希望有一個更好的台灣啊，大概就這樣子而已啦。那個就是看到這些我們的制度是很偏頗的制度，希望有一個比較好的制度，大概是這樣子吧。不然我還能，其實我已經很滿意了。我在大學教書，我已經很滿意了。徐教授講，作為咧學術的研究者，嘛愛負擔社會義務啊。就算本警察喺街路上拖電行，話唔講就唔暢快。警察為什麼會抓我？我也覺得很奇怪。我沒有碰到警察，我前面一排警察，警察後面還有2排欄杆呢。我180公分在跳，對吧？因為在我前面有警察，我不跳起來，搞不好黑頭車裡面的人看不到我啊。所以我要一直跳，一直跳。今天猜大埔，明天猜政府；今天猜大埔，明天猜政府。我大概就是講這個話而已。就是出一口氣嘛，就出一口氣。認為不應該這樣子對待他們嘛。你看我的書櫃都擺2層書了。徐教授的辦公室，可能過去規間呢攏係同土地有關的書，不過是清奇的插入一支送風寶劍。
土地征收就好像尚方宝剑了，土地征收就是尚方宝剑，它是不随便出鞘的啊。但是我们现在是把尚方宝剑当菜刀在用，天天在那边砍来砍去。台湾现在就这样子啊，从北到南还是这么在做啊，这不应该啊，不应该。连讲的两摆，无应该，无应该。马空前唔伫一道摆嘅，土地证书也其态度，含係金票等去。其实用嘅办公室嘛变作为澄清中心。我的办公室变成澄清中心了，因为太多的案子会到我这里来，而且全台湾。所以我常常会收到一些信，然后希望我帮忙，接到一些电话，希望我帮忙，这样子，但是我没有那么大的能力啦。我知道说各地的这些会找上他，大家是确实有对他寄予一些希望，但是私底下我必须说，那个期待其实对他来讲很沉重，很沉重。政府正激烈的在采取。这种征收、破迁、重划、都更种种的手段，来剥夺社会弱势他们最有所期望的。土地证书就像火烧山用的，建车电去，一旦人的能力嘛是太有限。去年11月咧，市教署出书的，佢希望透過土地正義一本書，幫下南島嘅人了解台灣不得不切的土地政策。還有青島目前佢嘅看定其他土地行公布嘅，就按呢磨合嘅故事講俾大家知。我很希望這本書的出版能夠帶來行動，這是另外一個很重要的意涵。我希望這本書是一個行動的一本書，我希望能夠促進、倡導台灣社會的行動。這是一本社會運動的書籍。ที่從嘅新書發表，馮翔、詹順貴、蔡皮飛，青島嘅老朋友弄來嘅。我本佢哋啊，土地正義一條路，唔係搶佢一個人聽。對體制外，入到立法院嘅立法委員蔡皮飛就講，佢已經開始睇做土地證書條例修法嘅版本。我的想法还有立场跟徐世荣老师一样，就是把区段征收给删除，因为我们觉得区段征收就是一个联合开发案，而不是为了公共利益。因为我把他要给我的稿费，我说你不要给我稿费了，全部给我那个书了，谁要我就送。真歡喜書出來嘅，其實用希望透過看書，幫下南島嘅人開始有行動，來做到土地正義。等一下送一本給你。謝謝。很大的目的是幹嘛？他們要在河川旁邊要新建一些腳踏車步道。下課嘅還係真親切的，睇同學討論上課嘅內容。好，再給他100。這個100分的，不覺得，而且還4年級了，4年級他們修這個其實也不是為了學分，真的不簡單，不簡單。幾多位辦公室看待學生嘅期中報告，健看健陳述。其實用講學術研究行過教書，真係佢最好嘅，每件行上街路同體制對比。除咗為弱勢來討公道，那我一個想法就係希望未來嘅學生有機會入到公部門嘅世界，有下那好嘅體制，做得照定理念來做。我們很希望能夠趕快把這個體制把它做改變。啊，通過一個個案一個個案一個個案，你可以發現我們的體制真的是很有問題，所以要趕快來改，趕快改。啊，改了之後，讓我這個學生，我的很多的學生，他們如果有一個符合公義的體制，對台灣的民眾是很有幫助的。
在土地征收空前的过程当中，政府、人民、土地、农属委，喺也当中有几海持球区的朋友，新冠决人的就安尼专家的，也係其使用最大的遗憾。最遗憾的事情哦，就是像张大哥他们过世了，那房子还是拆的，这是最遗憾的。这个人命是最宝贵的嘛，朱阿嬷自杀嘛，对。那像湾宝张木村大哥，就一句话都没有带到任何的老婆啊、家人、孩子都没有。哦，你说我的遗憾了，最对不起的应该是我太太了，我太太，还有我爸爸妈妈。我其实很少回家看我爸爸妈妈。礼拜六，反而我现在发现是礼拜六、礼拜天最忙，很多的活动都在礼拜六、礼拜天。所以可能。所有的活动是上街头吧？很多上街头，对啊。站在我后面，这些被迫迁的人民，我们是命运的共同体。虽然264歲嘅，遲教書還係我哋嘅路向很上軌，因為革命還冇成功，大家還會失望。其实每个个案都还没结束哎，现在唯一结束了，比较结束就后龙的结束了，而像苗栗大埔还没结束哎，后面还有很多案子哎，还有很多个案，像台南铁路东移，那还有这个巴黎台北港，最可怜的就是那些农民受到伤害。其實用講，也下佢就等看講要做到土地正義嘅新政府，殺下來按樣嚟做。